大家平安。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。分享的主题大概是如何全然的准备、传承、接棒，下一个50禧年，同享神的恩典满满。感谢天父使我跟你都属于富强教会的一个分子。近年来，我们遇到基督徒的朋友，往往在一起会彼此问到：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呢？是什么教派的呢？每一次谈到我属于富强教会，我那朋友就会回答：哇，富强教会，那教堂很漂亮啊！我也曾经参加过聚会礼拜啊，会内的属灵的氛围相当的不错，会友相当有爱心，整个教会的服事热情让人感动。尤其听说在那个时候建堂的过程相当艰辛，大环境景气又不好，而且主要的财力不到200万。在这个状况困境中，竟然有信心来达成，实在不简单的神迹奇事，可说是见证着有信心完全依靠上帝，有神坚固固守的教会是恩典满满的。今天你我都享受在这个时段，我们说对不对？对的。感受到很多的赞美、掌声出于别人的口中，对我们的信心与神的祝福之下，更加的要提醒自己，越要努力，越要警醒。尤其每一次有机会，牧师派我到接送外来的牧师培灵会或是灵修会的时候，要接送高铁之间的接送，每一次他们常说，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，我们富强教会的标杆，不愧是又富又强的富强教会。感谢主。纵使在掌声赞美中，富强教会每一会友将所得的赞美荣耀，一切都归于爱我们的上帝。而且要记住，神更要我们谦卑，更要同心，更要警醒，敏感度要够的，去静听上帝再一次对我们呼召的，如何尽你本身的使命。去年小会为了迎接富强50年后的新使命，除了多感谢早期信仰的前辈几十年来顺服仰望神的带领，坚定的信心，辛苦才把今天教会建堂建造起来。从10年前建堂到现在，恩典历程是一个神奇的见证。记得当时开合会的时候，有120个人赞同，那时候教会大概有150个人聚会中，有22个人反对，3个人会票。我为什么报告呢？我感谢神，神给我们的恩典没有廉价的。当我们每一次服事的时候，总是一个标记，22个人反对中间，给我们的一个反省审思，给我们一个力量，不是给我们一个垂上的记号。面对的新世代的来临，每一次牧者小会在祷告中求神带领，要让我们有智慧，有看到50年度起的新意象，尤其看到教会在成长中对更多使用的空间需要，这是事工，
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，是急迫的，不是拖延的。神给我们的恩典，马上就到了，我们为神的付出的事工，没有拖拖拉拉的。如今可以说是富强教会第2期建堂的事工在启动，迎接50几年来，有对这主堂的灯光，还有投影机的更新。讲到投影机，今天我们看到这边的投影机是不是比较明显？这边是不是比较昏暗？这10几年来的投影机，这是新开始的雷射投影机。在去年的时候，小会员就把关着，因为每一个会用经费都是我们富强教会会有辛辛苦苦去赚来的钱。当长职同工们没有把所奉献的钱好好的经营住，我愧对神，也愧对每一个会友。这个是40万，所以这是一个评估。第2项，教育中心地下室灯光的布置，1、2楼整修布置，将在11月这个月的23日感恩节前来献堂。上个礼拜五早祷会的时候，我太太刘国珍，她每次她签都是6点到7点，一带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先开了钥匙进去，去看看进度，还有看看结果。所看到的让我观念的情绪大大的有感动。目前一向认为维持现状格局虽然太小，可以用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来整理改修？何况目前景气市场景气不太好，那个时候信心小信的征战很多，但在祷告中我忏悔，我很少在公开面前忏悔。那个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我忏悔，主啊，我短视，我无知，我想的是止于现在，满足现在，有亏我当长老职位的职守。那个时候神的话语又从心里面呼出来，跟我说要记住，广传福音，抢救一些失落灵魂回来是使命。扩展帐篷，为了事工，信心要坚定。只要你向我求，我必应允。神跟我说，20-30年前，你们也喊着景气低迷，市场不好，职业不好找，经费不到200万，那个时候是178万，我都成全你们。到今天我们富强教会从这里到对面总共将近1亿的资产，你不到200万，我给你的降1亿50几倍的。如今你们没有求智慧，只求理由借口，太不长进了，跟神道歉。在第一堂的时候有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对夫妇会友，生活小康，比小康之下，但是有一个儿子也精神上面有毛病，整个家庭都被他拖了垮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他提了一个袋子来找当时蔡牧师，跟蔡牧师说，建堂事工，上帝平常照顾我那么多，我不能像一般的会友、一般的奉献，但这个袋子是我
结婚20几年了，当初黄金我存到现在，我去贩卖了大约10万块，我愿意奉献给神做建堂基金。像蔡牧师那个时候不要，他说为了神的事工，请蔡牧师收下。何等的恩典！在我们建堂小组里面，为了这个事情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认为他是神差来的小天使。当我们信心过程软弱的时候，神垂听，谁看顾？神也鞭策，用一个将所有的积蓄，而且儿子要精神科的负重，费用很多，他宁愿把这个提出来。感谢主！今天在富强教会建堂中，很多很多可以感人的故事，很多，也就是从现在看，我们第一期建堂的会友虽然比较少，但是每一个建堂有信心的依靠的时候，神迹奇事就在你我的身上来动工。感谢主！那个亲爱的兄姐，奉献给神不一定是金钱，只要你有时间，你要有恩赐，只要你有恩赐，用神给你的爱心来关怀其他需要的人，教会随时都欢迎你们回来，来共同回应神的呼召。呼召不是牧师俩几个一直在口号，全体动出来。最主要的一个教堂，我们一个事工，就是别人对我们的称呼的时候，也让我们记起说，起初的火热不能让它熄掉。感谢神！我们11月22号大扫除，全体大扫除清洁，我们小会决定把省下这些外聘清洁费用的钱，因为每一个钱都是大家的流汗钱，发起富强同心合意的精神。欢迎你们来，欢迎你来。同时也在11月23号感恩节的时候，感恩奉献，希望你能关心对富强第2期建堂的奉献，来回应神的呼召。感谢主！感谢大家，盼望大家一起来，谢谢。